让周大爷来访，华华吩咐相宜。是。有请周大爷。不必下去，不必下去，我已经不请自来。这三兄，本兵的老子小子，这兄请坐。你不是我已经坐下了。好久不见，思念十分。今日相见，是兄弟喜出望外。承蒙牵挂，不知领导老夫人可好？家母十分讲情，不知这兄夫人可好？哦，外好，外好。哎呀，小周啊，我看你家里是越来越穷了，穷的连菜都买不起了。江山清贫，何以至此？既不去在乎，为何远道而来，连杯茶都不奉你？哦哟，这兄十分厉害，怪不得人家说你是动力出力手。我只要动力出力手，可是只恼外人，不恼好人的。哎呀，与你实话倒真的忘了。静儿，来，一只大爷送上。妈，下得水来，滴水必尊，不但可口，且服众饥饿。花花把酒时候，这才进了病治之道嘛。不过来得匆忙，必得素质特产，到先套上桥就才来了。顾教就有，何必客气？再亏，再亏。相公久已罢当，老说今日来过，不醉不休，不醉不休，这只心头烦着事，要发现最要自己。老说这女儿弄死我，好酒，好酒啊！小周，你我各敬3杯，3杯就3杯。请呀！小周，请来做小妾。此就是为那你的婚事里，色金刚等玉，月空不着家，还没有出落啊！呀！一定是月老大爷音乐部长将你的名字落了。依我看啊，你还是到五雷山上写马为生死了。老子休得去相信呀！小子，正挂酒去，我不带上一撮艺术酒行。好，景儿，去比旁来。是。但不知这兄细听何却？我对此道素不精通，悉听真辩。那是说实来，我是在对牛弹琴呢。休这便宜夸夸带来。周大爷，还是叫我家相公带一出昭君出山可好？昭君出山就昭君出山，是对我弹起来。好了，好是高山流水，又是岳文棍子，太的妙极了，真是妙极了啊！写出啊是写出，小镇快你呀！
从何而来？不分是来听听啊！一起是仰望。你我何不在这人中之内一死？这有何难？一个地方3月队，好，3月队就3月队。是此老子写着一部小的改版起来。小周啊，我生出你来，你别怎么样啊？莫非老周有意大赌？不过小小动脑，属心属性。要赌什么？本银100两，死了可不可拿？今月结账，结账去结账。老周，今夜3月队上前。小周啊，趁早备好东好钱。回来。三
法啊？就在这里呀、啊，这里就是谁的？这谁的上灯火辉煌，小城到此原因别路。哎，周大爷，你来看，那边又来了一台灯。哎，周大爷，这么好的彩灯，你不看在想些什么呀？静儿啦，你说你家相公今晚男扮女装，周大爷我是认得出，我是认不出啊？我看那就真是神。哎，就真是认得出，认得出。周大爷，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呢。啊，快快说下去。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连我家老夫人都认不出来，何况周大爷你的眼睛又不太方便。哎，静儿，这样吧。你先到台下等着，要是你家相公一到，你马上就来告诉于我。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我也认不出来。哎呀，你跟他身边多年，比我们总要好一些啦。你要是把我认出来，这一种种又上来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谁要你什么伤？我还是将心人不完是故事，台下换灯去。3分，带我一起开开他的玩笑。这位大嫂，你可是找人啊？找人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可是找我？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哎呀，心照不宣，可人都理明白。胡说！一贯处处少礼貌。
块大丈夫，死必死，硬必硬，你得到不得起，王长什么糊涂嘞？我看你真是疯了！我就是疯了也不放过你。再这样，我快要叫神了！叫人王小嘛，你拿100两银子。李三，李三，娘子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在手内。哦，我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娘子，官神，这位仁兄请了。请了，请了。你这个书呆子，还在光天之下调戏我，你我与他有什么理？哎呀，岳贼王爷，岳贼王爷。哎呀，娘子，我看他分子明明好像是空门之事，哎呀，不像是个坏人。哎呀，娘子，我们还是快登去吧。娘子。小镇讲话，难怪今儿不来告诉我，谢谢老臣是嘞。哎呀，那边有来人，他故意江北找我，你就是小镇讲话。哎呀，你是哪人啊？我看你这个人呀，怎么已经连男女都分不清了？下次且问人心里有数，拿来吧。怎么？100两银子啊！怎么宁死不宁死的？快让我走！快让我走！别离人啊！快离人啊！娘子，你在哪呀？快让他来！娘子。不然，这个人这么乱把女上，还要我100两银子，硬拉着我不放。娘子，管你好事！哎呀，这位神兄，这位神兄，方才是我不好啊，出人了，出人了。为人，你来看，这上一队长等不回王，他已不是孩子，分明是有意调戏我。对，你又不是孩子，分明有意调笑，看你这脸，快快！哎呀，这位相公啊！哎呀，这位相公，你老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你算什么君子？哎呀，这位相公，实在是眼睛不闭，眼睛不闭。哈，眼睛不闭，给我接官去！来，给我去关去！哎，慢来！你这位相公，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坏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哎，这位大祭司的有理，这位大祭司的有理。好，这次是放了，下次再来就不轻饶。是谁有引起有瑕疵？娘子，我们快走吧。多谢这位大吉，不必客气，下次看人不可是赤裸马。是，小镇怎么话不来呀？我早就来了，只怕你认不出来。莫非他就是？写出自己以为凶，西家小心不可辱骂。他万万
为我妻上喜婿。哎呀，快看，人生下来，家世传，莫非就是小珍？不为，要是小珍，既然我们应该是多多实实，其为成全家。刘三爷不可冒失。他外没有政策，老祖看来这栋到底是死定了，给我在妻上喜婿。哎呀，这位大姐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！我娘到哪里，你去到哪里啊？这是个道理呀。咦，这谁有对你公共之地，你能看得，难道我就不能看得？好，你看，今晚先生我祝子山倒霉。这是啥？哦，你莫非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祝子山祝大爷呀？哎呀，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说起啊是说起。奇怪。哎，你这位大姐是谁呀？周大爷呀！小女子家是在学想要这家一回做家。弟弟开生我年，儿女相依如时光，只有我容貌像这相同，真相门中常为我原来你是头地里的。哎呀，谁大姐呀？难怪如此灭绝了。哎，这次总算没有认错人。周大爷，方才小女子言语堂的，望请原谅。不怪。哎，周大爷，你为什么不与这相沟通嘞？他马上就来。哎，徐大姐啊，你是让金车走将，可是那周相公乃扮女装之事啊。哦，你是周相公男扮女装之事啊？这件事我是知道的，一清二楚，三明四宝。去。周相公当年扮女装，是我亲手敲刷妆，大头上发现有我娃，上红之花是我插上，一脸脂粉有我妈，两条楼眉是我娃上，上下衣裙有我穿，左右徘徊是我对上，莫说乡邻认不出，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别风雨光哎。你去亲自来传单，有难生产真模样，不是许那花黑子，高要从他也是分上。
成，我有这样的本领啊！来了，来了，那他一在客气，他一上了客气，他一靠近你身边，哎呀，去，本领也没有。老总，小弟就在这里了。哎呀，小周啊，你这真没人要，真是当之无愧，当之无愧啊！老总，放在这动荡，你可失灵了。哎，老周，跪把下风，跪把下风！哎，王老老虎来了，王虎来了，王虎抢亲来了，王老虎要抢亲来了！他走啊！王老虎抢来了！哎呀，老头，行，快！小弟们啊，给大爷挑起个美貌姑娘，抢两个围裙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经过这次强抢名誉，外归我此事。好一个标致的姑娘，美呀美，美到无可奈何的美，美而又美，说不出的美哟。大爷，快点来去抢了围裙，慢，不要小忘了姑娘，放了他们。抢！啊，姑娘，你哦，我姓徐，许什么呀？叫徐大。这声音好比流浪文音。那你家住什么地方啊？请我方。为何一人出来开灯？哦，我女儿表兄懂嘞。那你表兄呢？刚才开灯也是急散了。姑娘不要害怕，我那是兵部尚书之子王天宝。杭州哪个不知谁人不晓？今夜晚跟我回去，明日送你回家，你看可好？奴家不去。来呀，保护这姑娘为夫。哪了？我家小姑娘雷姑娘人呢？被我老夫抢走了。她可是嫩模女长哎！哎呀，只怪她摆得实在太美了。这叫我如何向老夫人交代呢？哎呀，别你家相公没副本这一卦，怕脱不了身啊。要是王老虎把我家相公送还就还呢？有道是家丑不可为转，谅他也不可告官。啥子我家相公今夜不回来呢？要是你家相公今晚不回，我就明天登门要证，雷他狗理应为他，闹他狗鸡犬不宁。为夫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了就去不得了，去，王彪掌灯。
哎呀，美人，你为何见我避而远之？哎呀，我怕你，怕我？哎，我不是和你一样吗？要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嘴巴，有啥可怕？丞相都说你是老夫，这老夫是要吃人的呀！世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？就是这种衣冠禽兽可怕。哎呦，这话倒有点理哎。他也忍耐些。我应该忍耐一些。写诗手，今生加上了好运到大爷呀，我抢回来你家庄，同我夫妻是配不了。大爷陪你背渡江，其他的事情不计较。王彪，来，把吩咐下去，瓜得这些八九十亿，我必须大姑娘摆当人情。慢来，我有娃。哎呀，那你有娃就快讲吧。是哎呀快讲。大爷是恩啊长，你长心啊也长，我是那天上的星啊也荣耀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呀？
把我当死贼啊！我也是有些吓人。我王家四大门庭高，我怕区区高登喇叭。他官行事找上门，我送他几回去受啊牢。个板子口，个一条个里条，苍啷啷啷啷啷头上套，管他3年再从军，叫他1年不应他。从今里家朝地要等天堂哎，我与你把头咚哒啦咚哒啦王彪啊，还与我吩咐下去，瓜灯结彩，8、9、10夜，我与徐大姑娘拜堂成亲。妈嘞！我没有啊！哎呀，我在湖里，你在水里，你就站在这里。哦，那你有话就快讲吧。是。杭州城里谁不晓？大义的名声不太好。城中村里是黄老虎，一见女人不了望。看似蜜桃心是皮，或许他讲了一声都要烧一口。王彪，快走！啊，徐大姑娘。如今公子我王天宝，天上不散也知道，举子斯文任老手，从不撒花哎呀唱，身心体贴不问人。不分呼来不话气呀，你啥打我不还手，你啥骂我会想你真的有这样好？啊！你不信可以问王彪，王彪你说对吗？大爷主讲句句事实，有道是一件事真，二分之虚。啊！你不相信我就当个你看哦！别！哎呦！哎呀，大爷，你王着的威风到哪里去了呀？哎呀，女人喜欢这一套，到了手这个道理。哦，我到了手这个道理。大哎爷，，王彪啊，吩咐下去。好。哎呀，没来！我还没说我就要背堂成亲啊！哎呀，你哪有这么多的话呀？先拜堂后讲话，先讲完了背堂。先拜堂后讲话，先拜堂后讲话，先拜堂。我了！哎呀，那你有话就快讲吧。是。徐大家境虽不好，当朝里常自小。大爷
啊，古河桥台土木桥，马蹄中年扎把草，少要被铁虎送。生里长大要来闹，又来到头要辛苦苗，成去更是不得了，新郎子看婚烟花，手将穿进不到山上，要命所有啊！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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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有这么厉呀？是有些吓人。那一直见你，我自己也要当明章，那金雅文，今夜你先做我委屈啊，明章。明章，你把花轿来你娶我啊！哦，金雅文是个懂事郎才，所以叫你开口好。不，我也不能害怕。怕雅文陪你。我不要他们陪，明章我就是你的夫人了，我还是你让我委屈。金雅文是当我妹妹留的，才所以希望你开口好。你妹妹，不委屈你吧？她妹妹秀英真胆小，她这才女才多巧。那一年我曾经夫人来做姑妹，王老夫他主动把婚事来做了，想不到天下是真有这么巧，竟然相在今宵。姑娘，你开口好啊！他有心不比哎呀，你怕什么？明天就是顾上了，有什么可怕呀？啊，顾你商。们客气什么？顾上王彪，来，让等送我小姐归房。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
爷到哪来了？深更半夜，他来做啥？妹妹，妹妹，哥哥，深更半夜来此何事？妹妹呀、有一位姑娘向妹妹介绍一下。定是他又将两家姑娘抢来了。鸟语哭，山语讲，你为何要向我解说你？妹妹知道的细，滴水不疑，带我去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啊，哥哥放在去看花灯，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好伤心，哥哥心中不高兴，非常几许分原因，三是表兄儿快灯子是谁？回家之路人不清，我越想怕人送他回，真来呀生路难迎，因此不留他自己想，王妹妹呀，方便花旦我看你是莫背上对水，有点靠不住。哎呀，妹妹呀、我这是把人家抢来，怎么继续到妹妹房中来了？妹妹喝饮料，来，快来接过小姐，是，接过小姐。妹妹，既算是事，就让他来说谁吃。妹妹，多谢妹妹。哥哥，哥哥，事已一生，你可以回去了啊。好，哎呀，妹妹呀、她是一个乡下姑娘，不懂道理，你要好生照顾啊。哥哥，你怎么玩不下去？哎呀，妹妹呀、明日一早，我会差人送她回去，你千万不要让她一个人回去哦。兰香，送大爷下来。大爷请，大爷最好。兰香，是位姑娘干嘛不谁？姑娘，请随我来。是。
有爱谁？没什么地方谁不长，还是让我回去。事已一生，你怎能取得？这，反正我也睡不着，我们还是谈谈吧。那岂不要打扰消息？不要紧，请说。是。姑娘，你家住哪里？小姐呀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他为我将最不离，我曾念想小姐，难为情。不是小姐要打听的是哪一户人家？
小希，你要打开是有名神枪啊，可是有名神枪倒是外有一枪。哎呀，是哪一家？你快说呀！上上下下、前前往往、里里头头、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无有不知。那这位令他向我这文笔啊，向你这文笔哦，我说错了啊！我想这文笔啊。王秀英，谁知消息太虚哟，夜他家去太清贫。哎呀，冤枉！什么啊？哦，没有什么。荒淫夫人皆有恨，夜叉他病上了身，足足病了3个月。家根苦是根，快
着金丝衣，不穿着花着裙，不插花，不对碗，不读诗书，不作文，等到几年，来又来，我苦苦的去杀痛小七，你为什么听到我的婚事都流泪起来了？我是为你高兴的落泪。小七，请莫为我高兴流泪，这婚事有变了。啊，我是一边，我早已想有一层，这对姻缘不相称。你说什么？我早已想有一层，这对姻缘不相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又是一个大家婆，出了一层花山城，家来夫妻是难大头，万事成长莫人情。这是谢天谢地。咦，小姐，我的婚子不成，你倒反而写去天地来了。莫非小姐你又有爱周相公之意？啊，小姐，你若真心相爱，哪里去给他人在前诉衷心？我是不人尊敬，我若太为呀啦，真的。总不是假话。啊，不过你千万不要与别人说啊。这可是病，绝不为错。好，姑娘，你一定要亲手将其这相公。一定送到。多谢小姐恩情深。小生就是这份笔。小心，用相声马卖地下来。你说，正要走是缘小，人山人海那一年，我与好友来打赌，内摆女早去开花灯。这位姑姑忘了我，把我当作媒强人，恰日夫有人情，我千言万语难脱身。他把我下了小气的鬼王来，这真是美满姻缘天造人。马身姑姑望天马，身天不做好事情。
你既是最相公，定是满腹文采，何不当年20岁？岂知此那小生就献丑了。请小姐赐教。小姐过奖了。你既是最相公，你既是真心相爱，那你就对铁门是一表忠心。去！灯彩没有挂好，你们一个个都睡着了，王彪呢？出来出来！侬要死啦！侬想死啦！侬走！大爷来了，快去准备，快去准备！嘿嘿，大爷，你起得好早啊！废话小说，快快去！哎，大爷，那我去禀告老夫的指导。啊？你怕啊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快去！哦，大爷，有主持人朱大爷写了9件。做此事，此人刁钻剑客，今天上门问题是有事求我不见。上，大爷不见。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谢家闭门更正，应下接礼。你是苏州做主上，阁下是杭州王天宝。舅娘，舅娘。祝送天才，九门大名，今日光临爱所，希望对我万分欢迎啊，欢迎！王兄真是好客之人，请问王兄，你这府上光灯结彩，所为何事啊？是小弟大喜。原来是王兄接济，但不知新娘子是哪家千金啊？这兄问的是哪家千金啊？看一下，别。请进门，请进门，是请，请。请。这位家人可得来意，就知不得真为不得拉音，啥不拉是他会在我面前可为救我还要考虑3天再审啊亲王兄
希望要吃拉人，因爱开机走文兵，大叫一声扑上去，抢了心走马鞍到奔，有人开机走出拉身，从毛头见王夫大金王府，啊！没有啊？有人亲耳看见啊！哎呀听他话中有音，分明是生物啊！我抢过多少女人，从未弄错过啊！这，哎呀，带我先去问个明白啊！周兄啊，那老夫抢的是什么拉人？是我眼里这文兵，这文兵他是女子大汉，老夫男女分不清啊！不怕他狡诈摆得香啊！落水虎口送了啊命啊！听到话中是有音，莫非我这一抢的是真本老兵？今日老夫未进王门，就此告辞。这兄请坐啊这兄请坐。这兄，这样周文斌真的是男扮女装先去开灯，真是你们真的是三月担心重生。啊！哎呀，早了不好，我妹妹她。妹妹，哦，莫非王兄在外家这位兵杀到你妹妹楼内去了？哎呀，是啊。哎呀，小周啊，你以我得福了。你不要无声。周兄，周大爷，这才子，这子噻。哎呀，要是啊，给是啊，哎呀，行是啊，家园王表家园。大爷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天哪！哎，莫非大爷我的新儿子？大爷，哎呦，快扶我到到西门去。快扶我到小鸡为法去。哎呀，大爷！
这样漂亮的身材，真是最文凭加倍，差一点上了做紫色的当。哥哥，请坐。哎，大爷请坐。哎呀，快他加大是谁？身材相对，分明是哎呀妹妹她。他什么？妹妹，此事不能比妹妹这事。哥哥，你什么为我探探透透？妹妹，你知道她是何人呐？她是队伍店的许大姑娘啊！哎呀，对，许大姑娘。咦，是你自己带她上楼来的，怎么倒会问起我了呢？哦哟，还好妹妹还不知内情，待我趁早把她带下楼去，用我下楼去。妈，哥哥，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留她多日几天。哎呀，我留下去啊，不得了！下楼去。妻子此小生告辞了。出了什么事啊？你去问他，你是何人？怎么会来到我女儿房内？
一般将我一谁道德份上甚接近，其实小儿来无强，此事我已不随根。天宝，他送崔公子下来。什么？自从昨夜来家进门，家中的人将我救，今日只做为家事，家母定要问原因，我才家正经的说出来。母亲，家母今儿怎出神马？我是不把真情深，许天莫寻我小人，昨夜难，有夜难，请老夫人来辞别。他话中女话藏深意，莫非是妻子遥遥期许你？我往前到来最家的，咱们官子不相称。崔公子，向你内拜女长，必欲说世人，怎样配去？是恐怕害了你的前程，我快不是也罢。天宝，送他走来。此事我可不猜错，只可惜昨夜有人公开的，谁不曾说是家园做自杀？家亲只是他多知情。哎呀，母亲啊！比起那个做慈善，要做几棵树有面，方才已经上门来，我也是大义路正经，他定要大家相贴水的，想才是这一行之人。这真是一波比比一波情，爱我失他成了情。儿郎，这桩事已闹翻天，要想谁人买困难。女儿不怜我世上，儿子幸福妙在身。哎呀哎呀！也罢，天宝啊，快去请做出善行来。
他就用八声大叫把他带来。畜生，我不去。隋公子，请随我下人事。老夫人，大爷，大吵大闹为了何事？禀老夫人，桃花叫刀，姐夫一丈刀。你叫大爷呢？我一时之间的我也找不到大爷啊！快去把他寻来。我是老夫人，有张铁会李领导，他们来做什么啊？因大爷大喜，他们前来贺喜。请到书房奉茶。是。老夫人，启禀老夫人，主持人来了。快请。哦，有请主大爷。老夫人啊！老夫人，在等你。主大爷他手不开正门，他也不进来。哦，打开正门。老夫人有力打开正门。老夫人，开了正门，为外不见神呐。哎，主大爷他都走出了门路，正是走出了门路。他的老夫人那的自书得里，为我们打开正门，亲自前去迎接。好厉害的做姿势，是老身亲自相迎。老夫人亲自相迎。八毛大神，这沿着请。八毛大神虽杀手，小策也罢。不管。哎，有道好稻出好米，好磨教好子。八毛大神是教子有方，岂有不败之理？他的话比蘑菇的刀还厉害呢。哎呀，操娘他妈去！这沿着亲手。谢八毛。八毛大神，你府上花灯结彩，不必是八毛大神手带之机。这真是出了一个笑话。他明知道此事为故意刁难，这沿着你真是都石头的多，料是写人可。你看这上面写的是。哦，原来是个大的喜事。是此事嘞，不是公子大婚，便是令儿遇归喽。哎呀，都是闹了一个笑话啊！婚姻大事，岂可儿戏？我儿请做沿着行来，外围大事弥补不错啊！弥补着弥而不止。要是衣服破了，请个随龙先生姑父弥补就可，唯用不来他交加小车抬来呀。这真是一个忧愁一个喜。唉，做沿着八毛大神。
忘记在心，说话实情里愿意写起，二回不该不答应，今夜其实最痛的。请到书房奉茶。哎呀，把莫大人，怎么这梅还没有做成，这何看到些来了的？这其中定有原因，还请贤侄帮忙吧。卡着了。老夫人，大爷怎么了？是你？他在打吗？哎呀，都在厨房，你快去把他叫来。他怎么来呢？把他拖出来。哦，是。不要吓坏了皮包兄啊！老夫人，别老夫人有老道子，老道小尼姑刀。他们来做什么啊？你大爷大媳的来哦西呀！这位真母体统哄了下去。哦是，王府百姓是可真热闹啊！和尚尼姑桃子都来了。走，大爷，哎，大爷。畜生！谁叫你去顾饺子发帖子的呀？啊，我没有啊！哎呦，那到底是谁做的好事啊？快去见周大爷，亏你做的好事，好叫娘来做人，快去呀！周兄，畜生！
哎呀，铁宝兄啊，分别不到一刻，你怎么就阿了背些了啊？哎呀，铁宝兄啊，你这个老虎要变成鬼找猫了！不要不要，有时好也顾光阴，清早表度不虚人，无穷更多期待。不是你祖上缺了德，就是你父母平生少教训，生下你这不孝子，生生小马不恨。我劝你从此把子找回来，趁早起呀快回走，你这这帮神枪村。铁宝兄啊，你这户妹妹为家人。左言者，你骂也骂了，这说也说了，今日之事，还请言者帮忙再帮忙。把某吩咐小者只好证明，不过只怕周文斌不肯答应，我怕他生意不在府上。他身在我府中。啊，怎么已被扣留？哪里？天宝，快去请周公子更衣先来见我。言者做媒，将小女终身许配于你。八宝大人，小者高攀不上。做言者，哎呀，小周啊，既然八某大人硬要将女儿嫁接于你，你就勉为其难吧。既如此，恭敬不知从命，拜见岳母大人。免礼。免礼，快去谢过做言者他们。不要谢我，那真正的媒人我是铁宝兄哦。请我兄大妹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到花酒酒席小豆米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等我发了。这到底是谁干的好事？八某大人，你休要为难。这不相瞒，花桥是我姑，我卡是我亲，七天是我方啊！这事情是由我收场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战例话是由我做下去啊！还请做言者再来帮忙。天宝兄，将你妹妹梳妆打扮，下人完婚，王表啊！吩咐花灯结彩，点起